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4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4篇，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迹。我们提过，耶稣基督曾经面对那些只想求神迹的人生气，说他们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在求上帝的道路而是借着求神迹要来试探耶稣基督。后来耶稣基督就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来看。神迹英文称为 miracle， 但是希腊原文的意思是 sign，那个记号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作为的记号，代表上帝的记号。在表面上我们看到了大鱼将约拿吞进肚子里面去，3天之后上帝命令大鱼将约拿吐出。按照耶稣基督的说法，这预表了他将要如同约拿一样，死了3天之后复活了。但这中间有一个最大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在死亡的权柄之下，上帝的保守。经历3天，死亡却没有胜过复活的权柄。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向上主他的上帝祷告：上主啊，我遭难的时候呼求你，你回答了我。我从阴间深处向你求助，你垂听了我的祈求。你把我抛进深海，到了海的最深处，大水包围着我，你的洪涛巨浪漫过我。我想我已经从你面前被赶走，再也看不到你的圣殿。大水掩盖我，窒息我，大洋完全覆盖着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下到群山的根基，来到门栓永远锁着的地方。但上主我的上帝啊，你从阴间的深处把我救出来。当我感到自己的命快溜走的时候，上主啊，我向你祈求。你在圣殿里垂听了我的祷告。拜无意有偶像的人已经放弃了对你的忠信，但是我要歌颂你，我要向你献上生祭，偿还一切所许的愿。救恩只有从上主来。后来上主命令那一条大鱼把约拿吐在沙滩上，大鱼就照样做了。在鱼腹当中，约拿仍然与上帝对话，向上帝祈求，并且决志要顺服上帝的差遣。如同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见证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这样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法利赛人以及经学教师来试探耶稣求神迹，耶稣明白地告诉他们，除了约拿的事件以外，没有一样可以称为神迹的。更明白地说，只有耶稣基督复活才能够称为上帝的记号，因为别无拯救。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当时有几个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希望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这个时代的多么邪恶啊，多么不忠啊！你们竟要求我显神迹？不，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了。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人子也要在地的深处3天3夜。在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站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的人，因为他们听见了约拿的宣道，就弃邪归正了。
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事呢。在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站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的人，因为她长途跋涉来听所罗门王智慧的话。我告诉你们，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事呢。诗篇114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以色列成为他自己的国。红海一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群山像公羊跳跃，丘陵也像羔羊蹦跳。红海啊，你为什么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什么倒流？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大地啊，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震动。他使磐石变为池塘，使岩石涌出泉水。谢谢主将复活的救恩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复活看见上帝的记号以及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走在正道上，积极的追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